师、助理、各位理论、各位先生，大家晚安。我那边之前准备请教的点是，因为咱这是咧讲，咱这个25分就是咧讲语文嘛，有一句话，我有看一句话，伊是写讲吼，如果只走功德的人啊，这个佛学啊，不要说能成为大圣佛啊，连须陀洹你都无法进入，这是什么意思？须陀洹，哎。须陀洹就是须陀洹阿罗汉有4口，须陀有斯陀含、阿那、阿罗汉4口，也就是阿罗汉的最初这个叫出国，它就是入流，它就是入圣人之流，也是以斯陀含，那也是跟阿罗汉数过来讲就是重复。他以抽过来对当用的以任3改，色改不是改，你包括不是改，你只要斯陀洹，你爱破掉那，一定爱破掉，一定爱破掉那个贪嗔痴，因为贪嗔痴上海破，所以伊讲要求圣人之流，伊不急什么呀？伊不急色、香。给人用力，所以看后面，伊发这个以性灵之流，伊一定要跳出用来色改不色改，进入里面叫做斯陀洹。而是斯陀洹叫做以静修行，一个小圣阿罗汉就是小圣嘛，小圣的出国，修行的程度，所以伊这个入流，入流的性质，伊不是普遍文化，伊开始大性格，入性之跟大性格，但是一定要强调啦，色、声、用、味，这两点一定要再强调，两个比例法，这个程度。谢谢，不是说完对，然后我的老师说刚好10点后，东面然后因为是复杂的对方去后面看，他讲的东西比较细，所以你讲技术高，你这个在做这方面的你这个跟你讲的，所以要用细比较细，所以你那边好多搞图片的这种做这样，在需要你不老是不搞图片，你的这种用我们你这是所以你可能对我是理解的哦，到这里说的好，介绍，好。最后来是这个内容。好，谢谢各位。这边慈悲前道一公，坤道一公，一般向乌基拉姆行30公里，前道一公，再一公，3一公，这边慈悲一公，坤道一公，再一公，3一公，这边是慈悲一公，一起实价。向乌基拉姆行30公里，前道一公，再一公，3一公，实价乘以1公，算价等于是公，坤道一公，再一公，3一公，实价等于1公，算价等于是1公。他们呢？谢谢。